6дугаар хичээл ха га мөрийн цагаан толгой. 第6课哈嘎行字母， ха мөрийн цагаан толгой. 哈行字母， ха 哈 хы 呵 хи 嘿 хо 哈 хо 呵 хо 呵 ху 呼 үгийн эхэн дорох дүрс. 词手形， хар 黑色， хэрэм 墙， хичээл 课程。hijel 一词由 he、七、yel 三个音节组成，其中七的一和 yel 的 y 组成长元音 因此读 hijel。 хот 城市， хороод 奶豆腐， хөвөн 棉花， хүйтэн 冷，呼的 u 和音节末辅音一组成复合元音 v， 因此读灰等。 үгийн дунд дорох дүрс. 词中形， ахмад 长辈， эхнэр 妻子， цахилгаан 店， охор 短的， ухын 公山羊， нөхөр 同志， сөхөх 打开。 үгийн адаг дорох дүрс. 词尾形， ах 哥哥， эх 母亲， тамхи 烟， хочрох 迟到， муутах 衰退。mot 一词由妈、哥、他、ho 四个音节组成，其中妈的 a 和 go 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 mot。 нөхөх 缝补， өөх 脂肪。o 一词由 o、g、hu 三个音节组成，其中 o 和 g 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 o 和。 가 мөрийн цагаан толгой. 嘎行字母， 가 嘎、 그 哥、 기 基、 거 高、 고 锅、 고 锅、 구 菇。 үгийн эхэн дорох дүрс. 词手形， гал 火、 гэрэл 光、 гинж 链子、 говь 戈壁、 гурав 三、 гөлөг 狗仔。 гүйс 姓 guis 一词中 gu 的 u 和音节末辅音一组成复合元音。 үгийн дунд дорох дүрс. 词中形， агаар 空气， эгч 姐姐， жиих 伸直。鸡一词由鸡、gi、hu 三个音节组成，其中鸡的一和 gi 组成长元音一，因此读
饥渴。 너공, 绿色。nogon 一词由 no、锅、干三个音节组成，其中高的 o 和干的 ga 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 nogon。 호르, 胡琴 hor 一词由 ho、gor 两个音节组成，其中 ho 的 o 和 gor 的 go 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 hor。 누구, 另一个 nogo 一词由 no、gu、g 三个音节组成，其中 go 的 o 和 g 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 nogo。 투해, 生的秃黑一词由秃、姑、黑三个音节组成，其中秃的 u 和姑组成长元音 u， 因此读秃黑。 우긴 아득도록 dur스, 词尾形 예라, 苍蝇。耶拉一词由一、拉、嘎三个音节组成，其中拉的啊和嘎组成长元音啊，因此读耶拉。 옥도, 早晨。oglo 一词由 or、lo、g 三个音节组成，其中 lo 的 o 和 g 组成长元音 因此读 oglo。 쟁그, 信息。 서거, 母鹿。 야도, 贫穷。야도一词由呀、哒、勾三个音节组成，其中哒的啊和勾组成长元音 o， 因此读呀豆。 뭉그, 银子。孤的词尾形不常用。